阿明哥啊，哎，停茶边要按难去吧？我们已经在这边绕了快1点钟了呢。就是啊，哎，停茶位啊，按难清啊。我们这个住在都市里面啊，死茶啊，真的是很不得已耶。对呀、想想我们小时候啊，还总哈死啊，不是骑那叫塔茶，就是欧多拜啊，到处跑啊。想要停车，路边摆就可以了，哪像现在按痛苦哦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真是蛮怀念以前啊，我们带总哈的时节的。哦，那个时候空气又新鲜，车子又少啊，停茶多方便呐。谁叫我们长大以后都喜欢住进都市里面来，某事情呢也好买茶哎，造成交通的混乱。哎，听你这种口气，好像我们住在都市开车的很不应该哦。也不是这样讲，我们偶尔也要开车到这个郊外去走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死茶哦，还是有它方便的地方啦。是哦，可真方便哦。看你这样大街小巷钻了，都找不到停车位。我看啊，我们以后还是多骑脚踏茶好玩呐。脚踏茶？哎，你确定吗？你看，现在路上车那么多啊，哎，骑脚踏茶啊，很危险呢。我们可以骑人行道啊，或者是那个脚踏车叫踏茶专用道啊。那比较大的公园呐、或者是比较大的分隔岛上面啊，他们现在都有设置那种叫踏茶专用道。算了，你这么有闲情逸致啊，你自己去骑好了。哎，一下一斗店啦。啊，已经3点半了呀！哎，我们这次绕得太久了，我本来还想去银行办点事的。你看，鬼哈就是抹菜贴嘞。哎，你看看，还不是你说啊，要找一个不用花钱的停茶位啊，所以我们才这边绕了那么久。哎，为了不继续浪费时间啊，你要不要打电话问你阿叔啊，问他这一带还有没有哪里有停车场？好吧。哎，有。好，我看到前面有停车场，1个钟头50块钱呐。有没有？这里哦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停进去吧。OK， 不然大好青春就浪费掉。OK， 我们这个啊叫做用金钱换取时间呐。对。停茶位，停茶位，1点钟，脚踏茶，试茶公演，下一度点，韭菜花嘅情家門前熱溝通，用咖喱嘛不擦錯。